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9月7日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46篇，以赛亚书32章第1节到第8节，罗马书第2章12节到16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公正的王。咱有讲到上帝的判断。上帝判断毋是凊彩随意的，是照着伊的标准、伊的旨意，用伊的公义。圣经嘛甲咱讲，上帝无偏待人，上帝有伊家己审判的标准，是公义、公正，毋是表面的公平。以赛亚书32章第1节到第8节，记载讲。恁看，有一个王要用公正治国，有官长照正得治理，因每一个拢会亲像避风港、风雨中间的避难所，亲像沙漠中间的溪水，风暴中间大石般的阴影。迄时，目光的人会静静看。耳孔有听到的人会去注意听，袂碰到人有好的判断。喙齿钝的人讲话顺佮清楚，无人会佮讲戆人是高尚，无人会称小人做君主。戆人想要讲话，心只有想要做歹。伊做下毒的事，讲歹话攻击上主。伊互妖恶的人无米通食，放喙焦的人无水通啉，奸鬼的人用方法来诡诈，因计谋邪恶。虽然困苦的人要求公正，因要用伪证毁灭善邪人，毋顾君主计划高尚的事，坚持做高尚的代志。先知以赛亚有言讲，有一天有一个用公义掌权的国王，伊要来治理这个国家。这个领袖是用公平公正来治理国家。这所预表的是将来的弥赛亚。犹太人接受摩西所颁布的10条诫律法，伫生活上、伫宗教上，以及各方面，都拢爱严守摩西诫命的规范。咱有讲到上帝判断的标准，就是用这个摩西律法做标准。当然毋是全部啦，吼。照今仔日的经文来看，其实上帝爱咱是用迄个慈悲、怜悯、公正做标准。罗马书第2章12节到18节。外邦人无有摩西的律法，若犯罪嘛受律法的审判来灭亡。犹太人有摩西的律法，若犯罪会照律法来审判。因为毋是听律法的人，伫上帝的面前是义人，只有实行律法的人，才会互上帝审判做义人。无律法的外邦人，若照本性遵守律法的规定，因虽然无有律法，家己就是律法。按呢来表示律法的要求是有刻伫因的心内，因的良心嘛正实，因的心思有时家己责备。有时家己辩护，安尼伫迄日，照我所传的福音，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来审判人冤捌的事。
安尼你呢？你自称犹太人瓦克律法，佮用上帝做看口。你明白上帝的旨意，有受过律法的教导，会晓分别是非。犹太人必须爱接受律法判断的标准，但是一般的人、外邦人伫恩典的下面。重要的事是，人无论伫犹太人或是外邦人，是毋是会通来明白上帝的旨意、上帝的标准，来明白是非，来跟对上帝的旨意来行。这其实是上帝上老尾来审判的标准啦，吼。诗篇146篇，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，我的心神着称赞上主，我一生称赞上主，我的日拢要唱歌称赞我的上帝。毋通瓦克君王，毋通瓦克会死的人，因袂当帮赞。因一个长跪就跪土，因的计划伫迄日就落空。靠雅各的上帝帮赞的人真有福气。上主因的上帝是因的仰望，伊创造天地海，嘛创造其中万物。伊永远信实。伊为着受冤屈的人伸冤，伊使食物互枵饿的人。上主解放受关押的人，上主互盲人会看见，上主扶起受压制的人，上主疼惜义人，上主保护出外人，扶持孤儿寡妇。伊互歹人的路行袂通，上主会永远做王，是安那？你的上帝要做王，直到万代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恳求上帝帮助阮，照着你的公义的标准来过生活，才做一个谦卑顺服，追求明白上帝旨意，无掠家己做义的人，求主帮助阮，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